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今日要来讲到最近台南市美术馆伫咧展览腔诗主题，会当讲是唱甲掠袂牢。腔诗就是咱咧讲的吟诗吟心。较早是咧中国湖南正诗行，来到台湾展览，讲衫和帽仔是真的，头甲骹手是仿的。就算是安尼，西讲也是烦恼运势较低的人，较会去煞到。建议观众若是要看，上好就要挂平安符。啊，若看完了后，去庙里行行咧。美术馆是希望大家用美术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世界鬼怪甲亡魂。唠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即摆呢，带你来关心的是最近伫台湾有一个足有名的展览呢，有足侪人排队想要你去看，甚至阁有人排2点钟才有看到。是啥物原因，互即个展览遮尔有名呢？就是因为即张相片，带你来看即张相片内面呢，有3个是中国的吟诗，伊的模样真正有淡薄恐怖，亲像是电影内面走出来的真正的吟诗。啊，毋过其实呢，伊的头甲伊的手拢是假的，拢是模型。毋过伊身躯穿的衫，佮伊戴的帽仔，真正拢是文物。啊，这张相片咧，网络上有人看到了，感觉讲这个展览是怪力乱神。伊若是你去看，会做噩梦。啊，佮有人会感觉讲这个展览真正有足特别的，一定爱去看。这个展览呢，落伫台南的美术馆，号做亚洲的地乐甲游魂，到今年的10月的时阵，而且拜6的时阵，佮开放到暗时的9点。美术馆呢，佮会送民众平安符啊。伫网络上嘛有导师建议讲，民众若是去看完展览了后，上好是去庙内面拜拜。即届呢，这个美术馆的展览呢，其实呢是为国外来的。伫咧国外的时阵呢，伫咧这个法国的博物馆的时阵，伫咧庆当前就有即个举办这个展览，内面呢就开始介绍中国、泰国甲日本的无神仔的故事。啊，即届的展览上有名就是拄则阮看到迄3个吟诗，迄3个吟诗呢，有足侪人看到，直接就想到讲荷兰赶诗的这个画面，因为拢是徛的，而且手拢有伸出来，伸啊足直的。啊，毋过这个荷兰赶诗呢，就是清代的时阵呢，古时的这个文化，因为迄时阵有足侪人就离开故乡，出去外口打拼，打拼的时阵呢，就伫外口过生啊。啊，毋过想要家己带转去安葬，无啥简单，因为荷兰这个所在呢，伊的路无啥好行，所以才会出现安尼的文化。啊，毋过呢，即个展览呢，嘛有足侪无共款的无神仔的故事，亲像这个虎姑婆，大家应该拢有听过。虎姑婆咧，上早的时阵是出现伫咧清代这本小说内面。伫小说内面有讲，伫青山内有一个好姐，伊会变成老太太，伊会甲囡仔甲骗。而且甲囡仔甲食掉。伫日本呢，嘛有一个足有名的叫做雪女。雪女传说有日本一位法师，伊讲伊看过雪女，只要呢你反背甲雪女的约束的话，你就会无命。过来是日本，就是一青山内有一个妖怪嘛，足有名的叫做天狗。天狗呢，伊有齿啊，阁有鸟仔的喙，会使甲人攻击。观众朋友，若是对即挂的无神仔的故事有兴趣的话，凡是即届的展览就足适合你的。今仔日就是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甲镜头向我主播。